對比顯而易見嘅肥胖，隱性肥胖更影響健康。喺香港，有近50%半人屬於肥胖同偏重，唔少人屬於隱性肥胖。量度 BMI 睇唔到超標，但係睇唔見嘅內臟脂肪就會過高。內臟脂肪圍繞喺肝、腎、腸等內臟周圍，負責保護同埋支撐。當脂肪過多嘅時候，唔單止導致小腹突出，更加大幅提升三高、糖尿病、脂肪肝等代謝性疾病風險，比皮下脂肪對健康嘅危害更大。而內臟脂肪除咗受飲食、運動、壓力等影響，隨住年齡增長，代謝下降，脂肪變得更易堆積，更難分解。不過唔使灰心，科研實證，適當嘅腸道菌能夠有效改善內臟脂肪嘅代謝。研究發現，代謝專門菌株後生元 CECT8145 喺進入腸道之後，會啟動一系列嘅連鎖反應，由腸道細胞傳遞信號俾代謝脂肪嘅關鍵肝臟，執行小囤積、多分解嘅指令。臨床實證有效瓦解頑固嘅內臟脂肪，因此調整好腸道菌群，先至能夠真正由內而外打造健康易瘦嘅體質，持久穩定咁維持好體態。